因为吼热到唔知人去啊！请大家保重咱的身躯，互咱知影讲伫这天气大变化中间，咱世间人嘛责任真重吼。咱袂晓甲这天气拢见怪上帝啦，因为吼这大自然吼咧，像咧气温升悬感觉讲人的行为、人的破坏是其中真大部分。求主怜悯吼。可能今仔日安尼冷气开咧，毋过改成大家拢咧热风咧，毋知啥物原因。是外口真正伤热，还是咱的冷气无够冷？有一只俗无好势吼，所以大家安尼心静自然凉，无咱就请兄弟当赶快咱举一两支电风来边加减吹啦吼。大家深呼吸，安静落来，安尼就袂热吼。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领受你的平安甲快乐。虽然天气炎热，互阮伫即个日常的生活中间，加减有困扰，伫做代志的过程，炎热的天气，互阮有时拄着困扰。总是阮感谢主，你互阮的平安赢过这一切外在气候的变化，互阮领受你天顶来的祝福，阮也会当遵谈你的话，照你的教示，互阮所做的荣光你的名。但阮要通过你的话，大家彼此来学习，愿你亲自引带甲带领。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伫即个分享主的话，有一个4、5个单元来密集，安尼互大家迄个理解，咱较明白吼。咱今仔日要三甲分享即个带来恩典的梦想第3部分安尼。当然拢是无共角度咯，甲即个梦想、意向，个愿景有一个共款，但无共款的角度来学习。咱有讲过2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讲，咱伫信心的中间，用信心来补迄个梦想的卵就对啦。孕育梦想，你着爱伫信心的内底去找着迄个未完成，但是有一个方向梦想。第二是讲，咱爱勇敢，有真侪事的成就，毋是安尼自然对天落来，是因为你家己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意向，但是呢，祈祷上帝来动工。但今仔日咱所要想的角度是讲，咱真侪伟大的梦想、伟大的目标、意向，咱要敲揣是对上帝所来。若无，有时咱讲加了工、加拍拼、加无用，但是到尾咱讲拢空空。所以兄弟姊妹，咱真侪属于讲的事，也是教会的事，也是咱个人的事，真侪伟大的事成就以前，拢要经过一个阶段，就是伫你的心内有即个梦想开始咧布就对啦吼。伫心内正行的梦想甲意向，伊就会带来一种动力、创造力，迄个能力。因为你若无咧想吼，你就无咧做。所以是安那，我看见有人吼，讲为着爱食倒一担好食的小吃吼，对台南开车到嘉义食倒搁转来，啥你会想，伊迄个滋味，互你开车了车钱吼，你就甘愿安尼吼。但是咱有迄个期望是真重要，毋是安尼。咱讲较负面的话，讲醉生梦死啦，一日过一日啦，无啥物期待。所以咱的教会事工，咱国家，包括个人、咱家庭，拢是有一个未来性。这是足珍贵的资产啦吼。因安尼，咱要三个来学习吼。这个远大的梦想是对上帝来，既然是安尼，咱就是来理解讲，上帝的梦想甲人的梦想中间有争差，而且差真大。上帝是透过勇敢梦想的人来工作，意思讲，这人勇敢，上帝就有机会予伊。你若无，根本就袂产生就对。你要甲上帝同工，你要先勇敢来做梦想，因为若无有这个梦想，任何的热情也是献身，
你无即款的梦想献身，上帝就无甲你使用啦吼。所以你要勇敢来做梦想。但是即个梦想，咱第一讲、第二讲的时候已经捌甲咱提醒啊。即个梦想，咱千万毋是想对讲空虚梦想的，做白日梦，毋是迄种梦想啦。即个梦想是甲咱生活化的，但是梦想甲人的野心是无共款的。咱讲哇，这个人足好胆哦，足敢哦。但是即个到底是人的敢，还是好胆，还是上帝予你的？即个都要差别。所以人的野心毋是梦想。有时咱若一般来看，世间人真侪人共同的梦想，就是财富、名望，也是欲望、贪婪，这个梦想。这个物件本身伊毋是歹，是因为你全时间投入伫内底，你就会成做钱的奴才、名望的奴仆、地位含伫迄个所在。所以这就是咱讲野心、甲梦想、甲个人、甲上帝中间的差别。真侪人，特别是咱台湾即个政治，阁毋是足稳定。真侪人遐个政治人物，哇，讲规套，讲足好。到尾一个白空，咱知影讲逐项拢嘛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家族的利益，钱拢搬对因兜去。讲好听，讲袂全百姓拢得到福气。这就是讲，伊个人的野心包装伫迄个，讲我是为着公众的利益，我为着国家好，为着台湾好。这有时真容易接到别空去啊！有人暗看都真好啦。总是咱基督徒的确，就是爱有即款的即个理解。咱做上帝囝儿，咱就会晓分别即个欲望、贪婪的梦，因为你若袂晓分别，你有时会误会，掠做讲哇，我即款的成功是上帝要爱我做的，到最后你败伫遐，你搁来见怪上帝，这毋是真冤枉吗？所以真侪属于上帝的人，毋通将家己的欲望、贪心、梦想掠做讲这是上帝所要予我，到尾。无成功，毋若是讲冤枉啦，你搁怨叹上帝，讲上帝也无要甲我祝福，问题是你是个人的，你毋捌追求上帝的意思啊。迄个个人的梦想，若是影响正人的，有时会产生真大的灾难，你敢知？灾难呢，真侪咱知历史上，真侪遐出名的政治人物，也是遐个国家的领袖。因为伊个人的一种无正确的观念，甲一个国家带去失败、对立，甚至战争呢。伫宗教上有发生一个故事这咱可能真侪人拢知影，这个叫做威廉米勒。这个威廉米勒伊是19世纪美国浸信会传道者。伊毋知啥物原因讲天才就对啦。伊照圣经就去吹传讲，世界末日伫1844年要来，耶稣要搁再来。伊讲因为伊平常时是真有信仰的一个传道者，人拢真无甲怀疑，也是讲无感觉讲伊讲的是假的安尼啦感觉伊讲伊都对上帝领受着咧。所以伊讲的这预言哇，伫美国遐足侪人跟对伊呢。你看起来好像一条，这个伟大事要发生对无后来这个故事咱就接袂到后来伊的追随者就是成做迄个安息日会的会长。有一间教会有一个教派叫做安息日会咱小组长训练，咱顶无偌久才去伫即个溪池日月潭附近的溪池有一个足水的三立神学院，这就是即个教派的一部分啦。而且呢，有真侪人变卖家产呢，甲工课辞了要准备讲我要来迎接耶稣的日呢。看起来，伊讲即个
圣经拢捌预言啊，伊只是讲我领受的预言，就是伫即年，就是1844年安尼。啊，无拍算，结果是互人失望啦即个威廉米勒伊的预言就落空啊。所以这段历史伫美国因的教会历史叫做大失望The Great Disappoint， 是讲互人大家期待个。这个是伫美国的教会历史真出名的一个案件啦。事实兄弟姊妹，咱也较有会兄弟咱免讲问迄美国100-200年前的代志。咱捌听过1995无？1995闰8月今年2025啊，几年前啊？30年前啊！30年前，咱台湾嘛流传一个讲1995年闰8月讲迄个中国要拍来呢，真侪人真正移民去加拿大，嘛有一派教会的人烧酒讲来去拜利斯啦，来去拜利斯逃难，来去逃难安尼。有时伊发出的预言看起来改成真正当，嘛毋是为着家己的私人利益，但是到最后是失败的。你这表示甚物呢？就是讲，有真侪人伊误解上帝的意向，伊将家己私人的一款想法，甲上帝这个飘头甲挂落去，讲这是上帝甲我讲的。所以会常常造成历史上嘛有拄着真侪遐悲剧有迄种较偏激的教派，甚至带规阵的人伫遐来失去性命安尼。兄弟姊妹，咱知影讲，这个威廉米勒伊可能出发点，毋是为了家己什物利益，伊真正有一个真诚的信仰，但是将家己对圣经的了解，甲上帝的旨意甲划等号，伊家己的领受，讲这是上帝的，所以伊忽略了圣经定定咧讲，无人知影迄个日啦，无人知，无人知你哪会知？耶稣讲插要到无人知啊，明明这个前提已经有啊。但是嘛是有人会信，你敢知？迄就像讲，咱台湾变做诈骗王国啦。明明都毋知，都袂使，你嘛是甲对安尼，钱就甲入去啊有时人毋通太相信家己的理智毋通太相信，加问较侪人的安尼所以当咱知影讲人的野心、人的一寡想法。你比较细致检验，通甲上帝的意向有合，咱爱做一个检验啦检验，讲这是毋是圣经上帝的话啦？第一，爱甲贪心淡掉，意向才能入去你的心内。贪心什么意思？毋是讲你个人家己要利益就是你家己一个冲动，掠做这个是对的。一个出名的例就是摩西，摩西是少年的时伊梦想要拯救家己的民族。咱会记摩西伫前40年对无？伊活伫王宫内底，看起来是大项拢足成功啊！伊看到伊家己的百姓互人欺负，伊就出手要去救。伊感觉讲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竟然伊毋但是无救着伊的民族，伊煞家己就爱逃难，诚做逃犯，咪去到伫旷野的所在。你这是甚物？无人会误会这个。摩西伊的心智但是伊掠做，这是上帝叫伊做的所以摩西更较水的梦，也是远景无上帝同在，其实是变做个人家己的懵懂就对啦，野心甲贪婪。颠倒圣经内外一个所在，咱也知影这个故事真实，就是亚伯拉罕甲约瑟，伊的梦想内底好像就袂当实现，但是后来得到胜利，真是因。是跟对着上帝做伙梦想。摩西伫少年的时阵，梦想是要拯救家己的民族。只要以色列脱离埃及，伊就心满意足。但是，神讲伊同款要救，上帝讲这毋对，讲这请慢的，是因为上帝的心意赢过人的心意。因为咱看去拄则咱读的经节。讲出离上帝的梦想是超越摩西的梦想，出离上帝的梦想超过摩西。上帝嘛，共款梦想
摩西嘛有，啊目标可能是共款哦，但是摩西的做法，上帝讲这毋是，因为上帝梦想超过是讲，伊毋那么是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迄个奴隶的砍斩，也是奴隶的即个苦难呢？伊是要竞选因成做祭司的国度。你看，偷棒啊，甲成做祭司的国度，伊的差别偌大？啊，所以咱都要对读圣经才讲，我对埃及人所做的事，恁拢有看到，嘛知我安怎亲像鹰鸟，用实在恁，带恁来归伫我。上帝对待这以色列百姓，我尔啊犹太，伊讲亲像鹰鸟，甲迄个用实来甲因载，表示讲这是超过人所会当做的，啊，带恁来归伫我。啊，所以伊讲，恁若切实听叹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会伫列国中做我的子民，全地拢是我的。你毋是要对迄个苦难中脱离啦，定？你要遵守我的约，听叹我的话。我要互恁称做，毋若是受偷棒自由的百姓呢？讲恁是归属我的，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讲恁就甲这个话，甲对以色列人讲，安尼咱就看见讲，哇！上帝远景是一个蓝图，遐尼宽、遐尼大、遐尼完整。摩西只干那为着要救伊的百姓，就去拍死一个埃及兵，安尼大甲。若要讲，食紧弄破碗，甲规个代志舞了，你敢知？啊，所以有时咱感觉讲上帝计划，啊，煞你甲上帝破坏去啊！啊，这是咱讲这个伟大的梦想，啊，对上帝来的意思。第三。咱要得到上帝所说的梦想，你讲我倒伫遐安尼，规日黑白收都有吗？毋是啊，要得到上帝所示的梦想，爱先甲上帝相同行。所以是安那，咱就招兄弟姊妹讲，你都要有真固定稳定的信仰生活。有时你让通过礼拜的讲道，牧师咧讲去。触动你某一个心思意念，这毋是牧师要会出来，但是照准备讲出来时，你若有上帝的意向，你就会去将佢去 catch 掉，去接掉。啊，所以读圣经，透过圣神，透过听主的话，透过灵修祈祷，上帝要甲这个梦想伫迄个无意中，还是讲无法度，迄个不知不觉内底。放伫你的心内，啊，所以你讲爱甲上帝同行，迄个梦想毋是凊彩黑白来，你爱有灵修，有亲近甲上帝的即个互动就对啦。因为咱家己基督徒有一个真明确的即个理解，就是讲，咱开始咧做计划以前，其实上帝已经为着人计划好啊。伊是讲，咱拢是上帝的计划一部分，只是你要发觉上帝你心中的计划。毋是你想一个计划，讲上帝啊，你照我的哦，毋是，是讲上帝啊，你伫我心中有甚物好计划？因为掌管宇宙的上帝，伊已经规划着世间人甲万物的未来。所以，基督徒，咱计划家己的人生以前，就爱先专心追求上帝伫咱心中的旨意甲计划啦。啊，佫重要是会晓幸福，会晓顺服。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的野心甲上帝的计划。会当调整好势，是你先追求，先祈祷，先渴慕，毋是先想好，再来甲上帝讲，我要安尼，啊，你就要照我的。哦，迄次数差真多，迄前后无共款。啊，可能佫就爱讲，当你的想法甲上帝想法有差距的时候，你会想讲啊，这敢好，这敢对，这敢应该，啊，你爱学习来会晓。来遵探上帝的意思，会晓顺服。啊，所以咱会当做一个理解，就是讲，咱拢是演员啦，啊，导演就是咱的上帝。所以上帝是咱人生的导演，伊有写出所写的台词，有写出台词啊，咱咧演上帝所编的剧情，啊，咱都爱听上帝的声。
什么意思呢？这导演吼，伊要演戏铺排，伊叫你讲这话有意思的，伊你讲这了是要线接，吼线接后壁面要怎甲人接着。啊，你若家己黑白想黑白念，哇，甲后壁的台词都袂合，对毋对？吼啊，所以上帝甲咱安排，咱要做伊的演员，就是爱听上帝的话啊，你爱照上帝指导来做啊。啊无吼，迄剧情黑白变到尾，你嘛毋知你咧演啥货就对啦吼。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专心听上帝的声，忠心顺服。所以听主的声，忠心顺服是咧足重要，就是讲你也会晓超越你的情感甲理性，用信心来军队。若无吼，你家己会想讲，这甲想都想无啊。摩西嘛无感觉讲上帝是哪，互我安尼导咱走来伫旷野，啊，这上帝意思是甚物？所以你若无顺服，后壁就无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急的代志发生啊。佫像是咱爱会晓听上帝迄个微小的声啦，吼，微细的声，微细的声，因为摩西最后确实发觉伊家己的使命，就是伫旷野。伫迄个气皮在火烧的时阵，去听到即个声，伊到迄个时阵正式开始改变，伊接受上帝的梦想，伊家己的梦想，甲上帝梦想目标可能是要共款，但是伊的做法、甲伊的赞处、啊，甲伊的格局拢无共款。啊，所以摩西伫旷野草在气皮中间听见主的声。讲你着爱照我的车牌，我是自有应有的上帝。上帝宣告伊家己伊的梦想甲伊的目标，伊讲摩西，我要叫你来执行，你要甲鞋啊腾起来，就近这个气皮，你爱举一支拐啊，来指挥我所有的百姓行一个自由的道路。啊，这就是咱基督徒，你爱操练你的听主的声的功夫，啊，毋是安尼规个就噗噗啊，根本都无安静落来。所以是安那，咱教会推动灵修，推动读经，推动抄经，推动祈祷会，讲啊，你都爱来教会做礼拜，吼，毋是讲爱甲你束缚，是因为这个是对你领受上帝旨意甲使命，这上基本的就对啦，上重要的部分。啊！你当咱照安尼行的时阵，上帝就一种奇妙的应允赏赐伫你的身上。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毋是等摩西出世才临时计划要拯救因呢。400几年，哪有可能讲摩西出世，上帝才想到咧？早伫亚伯拉罕的时期就开始准备这个计划，一代过一代，上帝的声愈来愈明显，伊的计划愈来愈显明，甚至。这份计划的摩西，因为安尼来对伊改变，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奇妙。但是咱看圣经出来记记，甲后来的经文，咱知影讲，事实是以色列百姓无听上帝的声呢。迄是勉强，也是讲经苦袂够啊，所以就对摩西讲好啦，对你行。啊，看到出来去过红海，哇，足感动，啊，但是呢，无真正听入心啦。所以，无明白上帝的旨意，拄到一个状况，拄到一个小问题，伊就一再埋怨，无顺从摩西的带领，啊，所以毋则以色列百姓伫个旷野安尼漂流40年，伊背逆上帝对因刑罚，所以这是因无顺服的结果。假使因若是亲像摩西听到上帝的声，因甘心顺服。事实都无这40冬的苦难啦，也是讲无这40冬的劳苦，因为因无认真听。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嘛有真侪咱拄着人生的坎站吼啊，真无顺遂啊。你爱先想讲吼，是毋是我无听上帝的声，无照上帝意思，还是你一直咧见怪、咧责备，还是讲你咧怨叹上帝无听你的话咧？啊，这是咱基督徒伫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拢爱拄着的。
你会晓追求上帝你心中，你有愿意顺服无？还是你无听见？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前提，对无？你都爱听伊的声，过顺服的生活。因为安尼，咱才能活出上帝为咱所计划有上价值的人生。上帝嘛透过摩西以色列百姓来传这个异象啦。今仔日上帝嘛透过圣神甲咱讲话，上帝透过圣神甲咱讲话。咱拄则有读哥林多前书2章9、19、20，伊讲照圣经所记载，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到。耳孔毋捌听到，嘛毋捌有人想到的。意思讲，哇，这拢将来毋捌听到，这个要安怎？伊讲，毋过上帝已经有通过圣神将这个事对咱启示。哇，将来毋捌听到，毋捌想到，毋过上帝确实有啊。伊是安那？伊毋捌听到，毋捌想到，要安那？伊是透过圣神甲你讲，因为圣神彻底知万事，连上帝深沉的旨意嘛知。所以基督徒事实啦，用一个角度来讲，是咱一生拢是咧细致、咧敲吹，还是讲追求上帝伫咱心中的旨意，互咱所领受的，甲圣神甲咱指示的是共款的。兄弟姊妹，因为安尼，咱免行至50几年，咱的教会每一个家庭有你家己的目标甲计划，咱有一个真清楚的方式，就是追找主所赐的梦想。上帝若梦想甲你的追求的是同款，你就足轻巧，你就毋免行冤枉路，就毋免过以色列百姓40年漂流的生活。兄弟姊妹，顶礼拜咱都有听到这个阿亚老师对玉山西人医的老师来咱遮分享见证。伊有带咱唱一首这个回应诗啦。这回应诗叫做《主基督，你的答阮就答》。中间有第3节的话词都甲今仔日的主题有相像就对啦伊讲主基督，你疼痛催逼阮，互阮通做梦，通做梦，通做梦，梦见夜景袂了工，祈祷无成熬大肠。兄弟姊妹，是主的疼来催逼咱，互咱通做梦。安尼意思就结连起来啊，表示讲上帝伫你身上有真特别的旨意啦。嘛有可能是一群人若要讲上帝伫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中间放落一个旨意，互咱通做梦。这个梦是上帝要爱咱做的，毋是咱黑白想的。所以咱50几年的筹备委员会，大家定定开会，定定想，这个无效就搁改，改了再搁来印证，印证再搁来追求。安尼表示什么？就是讲咱通做梦啦。咱这个梦是夜景袂了工，加做的，袂加做。祈祷无成高大肠安尼。这是咱对这首诗歌的歌词，互咱真好的学习所以追求上帝伫咱心中的心意，咱拄则有讲起毋是先决定好，来叫上帝甲咱做毋是先找好家己的路，才来求上帝甲咱帮助。安尼处事是毋对的处事是毋对的。但兄弟姊妹，咱若是看见主所互咱这个学习，咱就知影讲哇，真好，真水咱看见上帝互咱这个美好。所以，假使咱若是用这个方式，咱先决定好要行的路，甲求上帝帮助，就会含落伫什么？甲一般人伫迄庙事求不的共意思啦。因为甲其他宗教无什么无共你先设好目标，先甲这个神明求，讲求你若互我有，我才来甲你拍金牌，也是甲你奉献。安尼等于甲伊的神讲条件嘛。这个心态，就是咱讲咱先甲咱的想法讲好，来叫上帝要甲咱做。所以，咱爱
提醒家己，毋是你想讲上帝啊，这条路我要行，我要做这个事业，我要做这个工课吼，你一定会甲我帮赞。哇，即款的处事吼，有可能真正是啦。上帝讲啊，这个好，但是若毋是的时阵，上帝讲啊，这都毋是我要爱你做的，啊，你家己要做，啊，发生代志就麻烦啦吼。有时咱看见讲真侪教会、真侪个人因咧开创设教会，也是宣教，有时有真侪代志，嘛是有时家己想的。啊，到尾吼，哇，失败啊，咱敬怪上帝呢？想讲这是上帝要叫我做，其实毋是啊。啊，嘛有真侪人想讲啊，我足爱宣教，啊，就安尼也无准备，啊，就走去国外要传福音，啊，到最后吼失败，因为吼伊也无甲教会领袖讨论啦，也无接受训练啦，也无寻求资源啦，啊，所以一个出国去宣教，哇，这个国家你无了解，因的法律你也无了解，啊，过来伫遐生活袂顺遂，气候、食物啊，卫生拢无好势，到尾身体出状况，啊，怎工课拢怎失去，怎只好就倒转来，啊，康有一个热心，啊，毋过到尾煞无成功，因为你用家己的想法，啊，来叫上帝甲你完成。兄弟姊妹，咱追求上帝计划甲旨意，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祈祷，而且是透过圣神甲咱印证吼。第一，上帝回应追求伊的人，会透过圣经来回应，也透过圣神来甲咱感动。所以意思讲要追求吼，一定有一个你爱细字去听，一定有一个信息互你。咱嘛捌听见真侪兄弟咧做见证，讲上帝啊，我要买一间厝，到底是对啊毋对啦？啊，这间厝是毋是适合的啦？伊就开始追求印证，吼。所以上帝会回应追求伊的人啦。第二，爱确认这个梦想是真实还是虚假。若是出于上帝，你祈祷心就愈火热。啊，咱无定讲祈祷了就无感动呢？感觉讲做这个代志吼，改成我也无啥物感动，无啥物热情安尼吼。啊，所以这是梦想是真实还是假？第三，你是毋是有察验内心有主享受的平安？当这是上帝启示的时阵，有极大的平安，啊，遐烦恼拢无去啊，操烦拢无去啊，对内心来庆出。兄弟姊妹，最后咱要三甲勉励讲，咱伟大的梦想对上帝来是咱爱带着顺服甲信心来向前行。照上帝计划来活，就是顺服信心的生活。因为顺服的生活会伴随着牺牲啦。你若无牺牲，啊，你讲我要顺服的是假的啊。所以有时，甚至保罗讲我放下俗世的事，将家己完全献上。阿伯拉罕的顺服，伊是做到极致，是爱将家己的囝献予上帝。啊，这就是一个放弃顺服的上高标准就对啦。啊，这阿伯拉罕最后上帝讲：你家你的囝来献予我。啊，真正伊甲囝揽去到伫这段，准备要将伊献祭。咱若甲想讲，这个故事吼，可能一个经典、一个典故。但咱若甲想讲，我是阿伯拉罕要安怎？我是100岁才好不容易来生着这个囝呢？上帝叫我甲这个囝献上，安尼实在是足歹顺服的。啊，我规气卖也好啊，但是伊却是安尼静静来顺服。因为伊是互梦想所引带的人，所以咱相信。第二，拥有梦想，以上就用信心来行。咱拄有看见讲阿伯拉罕伫罗马书4章17节安尼甲咱讲，阿伯拉罕所信的是迄个叫死人复活，互无变做有的上帝啦。叫死人复活，互无变做有的上帝，这实在是真奇妙。因为伊讲。伊伫主面前做咱世人的爸，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因为上帝通过阿伯拉罕的献祭，看见伊的瓦靠、仰望甲信心。所以兄弟姊妹，属于肉体的人，常常是用家己看的为准啦，用家己看的为准，甚至讲我亲耳听到、亲手摸到、亲嘴去食到，啊，才会当相信。咱讲这是感官主义啦，足侪人都用这个来做标准，
但是无相信迄个属伫第四度空间迄个属灵的世界。天国是目睭看袂到，耳孔听袂到，喙去治袂到的，手摸袂到的，但是你永远相信，这是即个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属魂的，啊，甲咱属上帝无共款。属魂的意思是讲，我相信科学，相信理性，相信印证，啊，无合理你就无要相信。啊，这是常常人掠做讲是铁律啊，吼，讲啊，这无安尼无成的，袂用的。但是上帝所行真侪新约技术吼，拢毋是用科学去伫遐来理解。第三，梦想是上帝话的语言，上帝透过伊的梦想跟咱讲话，甲咱讲，伊望咱活出什么款的人生。所以梦想就是咧对上帝的话行。最后一项，咱专注伫梦想，特别要注意，常常借着祈祷来看讲，这是毋是属伫上帝啦吼。啊，爱分别梦想，啊来不断努力。所以有一个譬如就是讲，上帝好亲像迄个收音机在播送，啊你也要先顺着迄个频道吼。你个频道若无对吼。哇！啊，你较听都听袂清楚，毋是即阵亲像咱现在电脑遐方便啦，电脑内底有几千万台的迄个收音机中，甲指落去，啊，迄个信号就出来。较早咱要听收音机啊，无输囡仔时代啊，吼，迄伫庄口要听收音机是足艰苦啊。你都要慢慢啊调，慢慢迄阵是调谐器啊，吼，毋是像数位安尼，所以调袂就吱吱叫，吱吱叫，啊，著搁刷一个，歪一个，啊，讲啊，这对着即个频道啊，上帝频道你若无对准，你要得到这异象，爱会晓听主的声，时时来警醒。兄弟姊妹，你有甲你的频道转往这个上帝的频道无？若无吼，你看那阵无听到声就无效。基督徒用灵修、礼拜、祈祷、读经。来甲上帝这个频道来平准，这是上帝所予咱迄个远大梦想对上帝来的价值。愿咱大家伫你个人、伫你的家庭、伫你的社会、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国家，拢会当用着这个准情，也是讲用这个这个模式来了解上帝伫咱心中的梦想。当上帝伫你心中的伟大梦想，当你追求的时阵，你就有这个动力，像咱教会咧迎接50几年的梦想，是咱来追求上帝伫咱心中的旨意，咱就有迄个动力开力，是全员兄弟姊妹拢感觉这个是对，这个是主对咱的呼声，咱就有迄个开力啊，甲勇气，而且是有迄个动力、精神去甲伊完成。愿主亲自赐福恩典听堂伫咱的中间，咱只是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开始准备咱要做医治的这个服侍。啊，咱请兄弟姊妹准备心，也者服侍同工准备心，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主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来领受你圣经的教示甲指导。主啊，你呼召以色列百姓，毋只干那是要互因脱离奴隶的捆绑那定，你搁爱因诚侪祭司的国度。诚侪见证上帝你恩典的百姓，主啊，阮也共款，常常咧追求，求你帮助，互我毋是家己的血气，也是个人家己的想法，是因为阮细日推测超吹，上帝你伫阮心中的旨意，就你要帮助阮，圣神甲阮同在，互阮所做工都袂了工，愿上帝你的听，也甲阮。请你姊妹三甲同在，甲阮教会要庆祝50几年的时光三甲同在。愿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姊妹，咱下面三甲要有份做伙一个服侍的祈祷。啊，咱有真侪兄弟在问讲啊，我个人有需要祈祷，但是我要为着家庭的人祈祷，会使？我讲会使啊，因为咱是要大家。